每一日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8月初6，诗篇146篇7节安尼讲：因为受冤屈的人伸冤，使食物互枵餓的。感謝主，伊是替咱伸冤的上帝。伊也是赐丰盛美粮的主。三更头来祈祷，公义佮怜悯的上帝，愿感谢你。你知影阮生命中所受的冤屈，你是替阮伸冤的上帝。耶和华，你是伸冤的上帝。伸冤的上帝啊，求你发出你的光。主啊，阮生命中有时受到无公平的对待，阮的心有时坐坐愤怒甲不平。阮毋知为什么爱承受这个。阮对你发出阮心内的苦痛。主啊，恳求你听阮哀叫的声。主啊，求你出手为阮伸冤，为阮来行出你的公义，发出你的光，来光照阮的生命，互阮行伫你的光明中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求主帮助咱，互咱知伊是替咱伸冤的上帝，也时刻要将伊丰富的恩典赏赐咱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